人類嘅始祖亞當，聖經話係上帝嘅仔。聖經又話耶穌係天父嘅獨生子。咁呢個後嚟出世嘅，點解係獨生子呢？亞當係耶和華上帝用地上嘅塵土，按上帝嘅形象樣式吹生氣入去個鼻，佢就成為咗有魂嘅活人。亞當應該冇肚臍噶，而耶穌呢，佢係道，同天父聖靈係三位一體嘅上帝，係天嗰度嚟嘅主。聖靈將生命俾瑪利亞，唯一係由上帝生出嚟嘅，所以係獨生子。佢係將人救活嘅靈，用佢全身嘅血做代價，將人喺死度贖翻嚟。因為第一個亞當推咗人類入死，獨生子要嚟帶我哋去上帝嘅天家。喺耶穌嘅最後一日，食完最後晚餐禱告完，祭司長同長老派嘅人就嚟到捉耶穌去大祭司嗰度，戲弄打佢。猶太公議會審耶穌，判佢死罪。到咗早晨，押耶穌去審判廳，羅馬長官彼拉多審問完，送去希律嗰度，輕視戲弄完，又送翻去審判廳再審。彼拉多同祭司長佢哋講，查唔出耶穌有咩錯，但係要鞭打耶穌。羅馬士兵嘅鞭有骨頭金屬，鞭落去深度割傷，大量失血同休克。猶太人律法限打40下，羅馬士兵鞭打冇上限，鞭到攰先停。士兵要佢戴荊棘做嘅皇冠，着紫色嘅袍，戲弄完就帶耶穌去見猶太人。彼拉多再講，我查唔出佢有咩錯。猶太人大嗌要釘佢十字架，彼拉多就帶耶穌去亞巴旦，坐喺審判席，判耶穌釘十字架。釘佢十字架之前，彼拉多將耶穌鞭打，全部士兵聚集議事廳戲弄耶穌。俾佢着朱紅色嘅袍，右手揸位置，之後着翻佢嘅衫去釘十字架。當時耶穌33歲，身體最強壯嘅時間，喺路上冇力孭自己嘅十字架，就知道士兵鞭打好重手，傷口流緊好多血。羅馬士兵釘喺耶穌嘅手腕，應驗咗聖經講骨頭一根都唔可以折斷。喺十字架上邊，雙腳要向上撐先至可以吸到氣。每撐一下，十字架木條就摩擦背後鞭打嘅傷口。上帝係三位，天父同聖靈，冇耶穌身體釘十字架嘅劇烈痛苦。耶穌係愛子，見到佢受苦，天父個心好痛。上帝三位一齊孭起基督救恩嘅代價。當時嘅猶太人見到耶穌行咗好多神蹟，但死口唔承認耶穌。既然人唔想開口承認耶穌係主係基督，又點解想住喺上帝嘅天家呢？唔肯認獨生子嘅救恩，又點會有兒女嘅名分承受上帝嘅產業，同上帝一齊住呢？